有噶啦，係。知嘅時間，不過郭博士今日咧有錢派喎，係唔啊係，派嗰個係提高我哋中國嗰個文化嘅修養嘅。嗯，咁啊，今日咧就整咗副對聯，就希望啲網友咧就對下聯嘅。嗯，如果對到咧，就我私人咧就試幫晒100萬出嚟做獎金。哇100萬可以捐出嚟俾我選舉都得啦，俾咗人民力量俾我。上聯咧，咁啊同大家講下啦。上聯咧就係想棕樹、念慈悲、思感應、為恩獻，憲法嗰憲，四教同一心。係。咁咧就希望呢度代表咗儒釋道耶四教。嗯，咁啊即係棕樹咧就係儒教啦，即係慈悲就係佛教啦，係啦，感應就係太上老君感應篇啦，道教係呢個為恩獻就係基督教啦。嗱，而家大家要留意嘅咧就係咧，佢每一個字咧都係個心喺底嘅，係啊，四教所以同一心。難對嘅地方咧就喺呢一度，即係咁樣係。所以就對咗咁多年都冇人對到，係咪？唔係前三句咧就係當年康熙皇帝出嘅。係，所以已經千古絕對嚟㗎啦。係啦因為三教同一心，咁因為咧佢耶教我自己加多個用咗9個康熙嗰時用9個字都係心字喺底嘅，即係咁樣係。有一個加多3個心添，就係代表耶教嘅。係啊為恩獻嗰度就代表耶穌教嘅。係啦，咁而家就懸賞即係呢一個係啊。 100萬獎金。 100萬。講多次個隊你抄低啦，要抄出嚟對先得嘅。想棕樹、念慈悲、思感應、為恩獻，全部都係心字做部首嘅。四教同一心，係啦係啦。嗰個心咧就係我哋個人性嘅良心嚟嘅，同埋善意嘅心嚟嘅，即係代表個宗教個目的係咁樣嘅。好，咁啊咁就到阿蕭老闆呢個棕樹咧，就係即係剛啱講翻今日所講嘅孔子3分鐘所講嘅嘢啦。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孔子最出名嘅一個格言之一，即係喺世界呢個道德呢一個格言入邊咧排到頭幾名嘅，就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咁其實咧呢個大家都聽過啦。咁佢出現咗2次嘅，一次咧就係呢個顏淵篇嚇，仲弓問仁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。出門口好似見到一個出側門口都好似見到貴賓咁樣樣，使民如承大祭。當你使人民嗰陣時咧，個態度咧就好似你去做一個大嘅祭祀嗰種莊嚴法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啊！呢度點講呢？其實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呢，所講嘅呢都係棕樹。我一陣會講大家點解呢個係棕樹。然後呢，衛靈公篇子貢問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嗱，夫子之道咧，大家都知道咧，係個在個人字。人字係點樣咧？係包括咗2個層面。所以曾子問夫子之道點樣一以貫之咧？佢係忠恕而已。咩叫忠咧？簡單啲嚟講，盡己之為忠。當我係問過自己嘅良心，唔呃自己，忠誠咁去做咧，就係忠。或者忠嘅第2個解釋咧，就係誠。誠同忠咧係一樣嘅。咩叫誠咧？係自己唔會欺騙自己。佢話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？富潤屋，德潤身，身廣體盤。呢個就係講個誠字。上在耳室，上不愧於屋樓。喺間屋最黑暗嘅角落，你所做嘅嘢咧都完全一樣。不欺暗室就叫做不欺暗室，呢個就叫忠啦。然後恕咧就係推己及人之為恕喎，將自己呢一樣嘢己欲立，然後咧就係立人。將所以嘅恕字咧個愚字下邊嘅心，就係當係自己之心，將對自己嘅態度去對人，咁呢一個咧就係呢個恕啦。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夫子之道一貫而已，就係忠恕。咁呢個咧，如果用傳統嘅解釋，大家睇嗰啲孔子即係或者新儒學嗰啲解釋好多，但我用一個演化心理學嘅比喻講俾大家睇。就喺20幾年前咧，大家做咗一套電腦軟件，全世界電腦軟件嘅比賽，係乜嘢嘅原則係對於生存係最有利嘅？結果一個好簡單嘅原則係贏晒，嗰啲人作出幾 complicated 嘅原則都輸，點樣去對人哋相處？就係叫 tit for tat。
人哋對你好，你就對翻人哋好；人哋對你衰，你就對翻人衰。呢一種做人嘅態度咧，就係喺原來咧喺生存上邊咧係完全贏晒嘅。呢個亦都係孔子點解呢句説話咧係咁犀利？其實咧佢就包含咗呢個生存嘅哲理喺度嘅。佢又包含咗因果啦。最簡單就係話出嚟撈世界，每一件事咧逆地而處，通就得㗎啦。咁但係世界好細㗎喎，我哋喺江湖上講就話你家家有求，飛機會撞頭喎，個地球圓㗎喎，你始終會碰頭。所以對人咧但有一樣嘢最難嘅，年輕人最難學習咧邊樣咧？你用乜嘢方法令到對手感覺你係一個誠信嘅人？呢個係一個好高深學問。如果你容易令到人哋有誠信咧，你離開嗰個發達嘅途徑咧，比人快一半以上。但最難嘅，你都令到人相信你係誠信嘅人。係最難嘅，個個都想話我想誠信，你講啫，唔係就人哋會信你噶嘛。好啊，咁我哋休息一陣先。